你放开我孙子你！好不死的，我去你妈！谢爷，我终于要死了！爷爷，爷爷，赵少，这不会闹出人命吧？他妈自己没站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是他自己摔的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拼了！啊！老东西，这事跟你们没完！走！爷爷，你没死啊？哎呦，臭小子，别咒我！爷爷，我马上就要成仙了！爷爷，你是不是抠开脑子了呀？啊！哎呦，你作为本仙爷的亲孙子，以后每个星期你都能获得一个随机仙术。每周的仙术你至少得使用一次，以此考验你对仙术的掌控能力。当把仙术用过一遍之后，你就可以永久获得这些仙术了。仙术必须用在正途，多做好事，不可直接敛财，不可违法犯罪，切记呀！我们起来再说。爷爷，好，哎，爷爷。爷爷，都赖孙子我！爷爷，对了，咱们这房子一定得保住，这是爷爷在凡间的坐标。你如果不保住这个房子，你的仙术也就没了。好，老头你别闹了，起来，隔壁王阿姨来了。等你跳广场舞呢，哼！你再闹我可走了啊！老爷子，你这108岁也算是喜丧了，就是临了，脑瓜子还磕坏了，你是结果，可一堆烂摊子全留给我了。我啥也不说了，我打算还房贷去了。本周仙术开始刷新。哎妈，我的悲伤过度，都出现幻听了。你他妈的，臭送外卖的，敢碰老子的摊儿！这可是价值500万的豪车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明明是你们撞的我。哟，还是个小美人，要不你陪本少玩玩？本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住手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。竟然是你这个臭屌丝！是你们？以前你还欠本少一桶泔水没喝呢。换老子好事儿，是赶着找死是吧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一个连房贷都还不起的臭屌丝，还学上人家英雄救美。赵少，你今天一定不能放过他。你们害死我爷爷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。哎，我们走的时候，那老王八蛋可还没死。就是，那老东西都那么大年纪了，死了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哼，过分！本少可是百川市前3大家族赵家的大少爷，我他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赵家怎么怕了吧？没听说过什么野鸡家族？他妈找死！男的给我废了，女的给我留下，给我上！本周仙术开始刷新。金刚不坏，是仙术。老头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本少侠从小练功，早就练成了金刚不坏。我上，死里打！
你这么厉害啊！你们以多欺少，还被打趴下了，就这还大少爷？都是垃圾货色！你敢辱骂赵少？找死！走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！哎，倒要看看，金刚不坏能不能扛得住老子500匹的豪车！我的车！以前赔我车！哼，明明是你这破车质量太差了，还要咒我的金刚不坏，活该呀你！废物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把你爷爷的骨灰挖出来喂狗！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把你爷爷的骨灰挖出来！你个狗男女！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！你太厉害了，啪啪2下就把他们打倒了，真解气！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叶灵欢。哦，举手之劳，不必言谢。我叫李乾。李乾，我电动车摔坏了，没办法送外卖了，而且我最近老迟到，钱都被扣光了，我都没钱吃饭了。我能不能去你那儿？李乾不会是传说中的仙师吧？如果是，那这结婚对象不就有了？嫁了就不会再催婚。这我还要赚钱保房子呢，没空照顾你啊！你就再帮我一次嘛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的。仙术必须用在正途，多做好事儿。好吧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宝贝，别生气了啊！他妈的，这个废物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去，给我查。是。好了。还真是一家子底层废物，连房贷都交不起。哟，我赵家还是这家银行的大客户呢。喂，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？有个得罪了本少的废物，房贷已经逾期了，还不收房子？你吃。哼，还吃呢？哼。李乾是吧？我是天光银行的经理，你的贷款已经逾期了，这房子是我们银行的，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我才刚刚逾期几天啊，你凭什么收我房子？绝对不能让他们收走房子，不然我的仙术就没有了。李乾，你能打又怎么样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就你个穷鬼也配跟本少打？他妈玩死！赵少说了，你就一穷鬼，没有偿还能力，这房子当然归我们银行了。天光银行不是我们家的资产吗？哼，何必跟这种穷鬼废物直接收了房子，让他们住口？你要是实在没钱，拿着你给我玩玩，说不定我还能大发慈悲放你一马。原来是个穷光蛋呀，还敢得罪赵少，立刻滚出房子！要是我能证明我有钱呢？你已经逾期了，想要证明你有偿还能力，至少要有500万的资产证明。你们突然来验资，我上哪找这么多钱啊？按照规定，客户有7天的筹款时间吧？哎，那我就给你7天时间，我看看这7天时间你怎么凑出这500万。你们就抵得成丧家之犬？我们走。李乾，你有办法？先拖拖看。摸一拖？难道我看走眼了？他根本不是什么仙师。算了，实在不行帮他一把，也算报恩了。爷爷保佑，下周刷些个好仙术啊，不然你孙子就要流落街头了。哎呀，把那些放下去，到手掌里全部满了。行，
500万呢？拿出来让我看看啊！怎么拿不出来啊？拖时间有什么用？之前拿出20万的时候都抠抠搜搜，怎么可能有500万？没有500万资产证明，这房子当然归我们银行。动手！哎，我看谁敢动！哎，我们收房子合法合规，你要是动手，就等着蹲大牢吧你！就算拼了命也要保住房子，绝对不能失去先手。真是个窝囊废！住手！我可是叶家家主叶天的女儿叶灵欢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耶，一个送外卖的叶灵欢，儿们还没醒啊？少装模作样，没有钱就睡大街去。赵光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又怎么？谁让我有钱呢？你这种穷鬼，活该一辈子被老子踩在脚底下！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。一个穷鬼，一个臭送外卖的，两人还真是绝配，可以一起滚出去住狗。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，穷鬼不配住房子。你们听不懂人话呀？给我走！哎，别打呀！放下！有心术还是耍心眼？本周心术，本周心术，来了！哎，住手！谁说我没有钱呢？就你身上那几百块也叫钱？是不是不管资产还是现金，只要价值超过500万就行，对吗？没错，你有吗？这个穷鬼就是想拖延时间，赵少，你可千万别信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仅要丢掉房子、女人，连尊严也不会再有，你以后只能像条狗一样活着。不信是吧？那好啊，我们打个赌，如果我真的拿出价值超过500万的资产，那你就跪在我爷爷面前磕头道歉。给我闭嘴，李乾！竟然敢让赵少给一个死人下跪！你们我就问一句，敢还是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？但如果输了，任你处置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跪下，把我的鞋给我舔干净，然后一边磕头，一边从我胯下爬过去。可以。李乾，别冲动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。这不就是一堆破砖头吗？老头子刚才不是说这周仙术是点石成金吗？怎么没用啊？这是他们家墙塌了，穷的连修墙的钱都没有，就只能把砖头堆在这儿。结果这个穷鬼啊，就把这个砖头当做资产了。这些东西别说值500万了，连他们100块都不值。你他妈耍老子是吧？赶紧跪下，给本少舔鞋！还不快跪下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哎呀！老头子，你这点石成金怎么没用啊？你把亲孙子给坑惨了！装疯卖傻是吧？你们把他押过来，给本少舔鞋！哎哎，别过来！谁过来我拍谁啊！大不了一起死，上啊！你的身体是很硬，但是我想看看你头会不会也一样硬。告诉你，敢打本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金刚不坏已经没了。住手！哎，我真就他妈搞不明白了，这个废物到底哪里好，值得你这么对？好，那我便要看看，我今天就他妈在这把你上了，拿我怎么样？
欢欢，赵光，你给住手！你没事吧？赵少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没保护好你。一起，他妈找死！赵少，你看，怎么可能？原来这金子在里面！哎呀妈呀，吓死小爷了！这肯定是假的。假的？哼！真金不怕火炼，你们随便验。任经理，赵少，这是真的金砖。你肯定是看错了。我监管银行资产部所有出了金库的黄金都经过我的手，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。这些都是万祖金，纯度极高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。这肯定是你偷来的。偷？哼！我爷爷好歹活了100多岁，3年前很奇怪吗？我本来想低调做人啊，怕有人惦记，所以故意用砖皮包着。结果呢，你们是步步紧逼呀！哎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就是，黄金可是硬通货，随便拿一块，什么房贷还不了？哼，小杨，这算不算资产证明啊？赵少，这东西，别以为这样高枕无忧，给我等着！哎，谁让你走？李乾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我们赵少贵为少爷，轻轻松松就能把你捏死。本少身价亿万，就算你有这些金砖，少比屁都不是。那你揣着我金砖干嘛呢？浑水摸鱼，顺手牵羊啊！我只是想回去验真假，谁稀罕这玩意儿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忘了？你给我跪下，给我爷爷磕头道歉！李乾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竟然真敢让赵少下跪！哟，怎么？这堂堂赵少愿赌不服输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对你名声不好。李乾，你刚才打我这一砖头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得寸进尺。就是，我们赵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别以为有几块破金砖就能无法无天了。无法无天？你们真是恶人先告状啊！赵光挨了砖头都算轻的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轻易不能完。没错，今天谁要不履行约定，谁都别想走。我看我要走，谁能拦得住？哼，我是拿你没辙，但是我可不敢保证第2天，这赵少愿赌不服输的消息传到整个北川市。哈哈，想坏我名声是吗？好，我等着，没有这个机会。走。李乾，你别以为你攀上了一个臭狐狸精就可以耀武扬威，在我这儿呢，你永远都比不上赵少。你们啊，死定了！刚收拾完赵光没收拾你，你很不舒服是不是？来，把彩礼还给我。我跟着赵少呢，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，但是呢，我一分钱都不给。你还真以为你傍着什么少爷？人家只是玩玩你而已，贱骨头！要你管！少废话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我就报警。人家是什么呀？赵少都等我！去，想跑？哎，为他生这么大气，不值得。我也想从他那搞点钱，好还房贷。啊？那都是假的，这样能怎么？孙子，在这个为真仙之前，点石成金的效果只能维持1刻钟。黄金呢？这怎么回事？砖头变黄金，怎么做到的？我也是，你都能硬扛汽车，这算什么？你什么做不到？哎，过几天我爸妈回来，我带你去见他们，钱的事情不就解决了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不行，你家也不富裕啊。哎呀，信我，到时候你见到我父母就知道了。好吧。
爸，儿子，百川市第一家族叶家要与我们赵家联姻，将叶家千金嫁给你。与叶家联姻？哈哈哈！传闻那叶家千金国色天香。他谁啊？伯父，我是那个啊，他就是我一个秘书，不用管。听说叶家周一设订婚宴，你呀，好好的准备聘礼，别出去胡闹了。放心吧，爸。与叶家联姻，再加上你二叔即将拜得天师，入修行大门，那我赵家成为这百川第一，指日可待。这就是我家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你家？别动了。哎呦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不是。喂，老邓，我找到对象了。什么？叫什么呀？多大了？家里是干什么的？他叫李乾，今年28岁，家里很穷，平时做点手工。哎呀，穷点没关系，车房爸给他买，只要你喜欢就行啊。钱是小事儿，我们只看人品。他可是传说中的仙师，无所不能，保证你会喜欢。哼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就别哄骗我们了。真的，我现在就带给你们看。儿子，见了叶家千金一定要好好表现啊！爸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绝对万无一失啊！爸也觉得没问题，这叶家专门为你准备了订婚宴，意思很明显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里可是高档别墅区，就你们两个也配来这里？这是我家，我们凭什么不能来？哼，你家还在这装什么？一个无业游民，一个臭送外卖，也真敢搭一个彩。敢在叶家门口撒野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就是你，烧了我儿子的车，还打了我儿子是吗？得罪我赵家，有种！我办完的事，这好像是生不如死。有什么的，我倒要看看，谁先生不如死啊！爸，这小子有古怪，之前我开车撞都撞不动他。对吧？再能打又怎么了？不是还有你二叔在呢吗？你二叔可是自幼修炼武武，一拳下去根本都能打穿。也是，哎，我知道，你们是来破坏我和叶灵欢的订婚宴。放屁！我们跟……你想多了，此次联姻是叶家钦定，到时候我们只需要跟叶家一说，就不用我们说什么，你们俩都死定了。谁要嫁给你这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？真是上正下梁歪！你们赵家也配和叶家联姻？嘿，你他妈装上瘾了是吧？一个臭送外卖的，做上千金梦啊！我承认你有几分姿色，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乖乖脱光了躺在床上，那晚上愿意而已。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啊！我呸！你就是个畜生！他妈的，前去呀！终于看到你了！哈哈哈哈。哎，哈哈哈哈！的确是一表人才呀，能镇得住我姐是你。叶兄，夫人，犬子不才，确实也是仪表堂堂，能够配得上命来。伯父伯母，结婚了之后，我肯定会好好疼爱叶小姐。哎，叶小姐人呢？是不是在里面？那咱快进去吧，别让叶小姐等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走吧。哎，哼，人爸妈都来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叶家正主来了，你们俩完蛋了。走什么？好戏才刚开始。等等，赵旭日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不是我儿子赵光和恋爱叶灵欢的订婚宴吗？你听谁说？你之前叶兄与我联系，说考虑与我赵家联姻的呀。你们自己都说了是考虑，我们家又没有正式通知你，怎么就自己上杆子来了？哎，今天这订婚宴可不是给你们这种货色准备的。赵旭日，听见了没？我女儿已经密表签上了，你们快走吧。乖女儿，
这段时间在外面受苦了。女儿，你真是叶家千金啊！是啊，我不是一直都告诉你实话，是你不相信我。哎，不是，堂堂叶家千金出去送外卖，这件事儿我以后慢慢跟你讲。不是，这叶家大小姐竟然是个送外卖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说谁成送外卖的？我女儿靠自己双手吃饭，轮得到你来说三道四？这，她不是假冒的吗？怎么成假冒？赵学月，是你自己儿子愚蠢呢，还是觉得我们愚蠢？林欢是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们能不认识？爸妈、弟弟，这就是礼钱。那个叔叔阿姨好。小伙子，跟我家林欢相处不要有压力，以后啊就是咱们叶家一份子了。车房这些，要多少咱有多少。不是，你让你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臭妇人，不要彩礼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倒贴。你是谁？我们叶家的事轮不到你来插嘴。我愿意跟钱哥在一起，只是因为我喜欢他，跟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。金钱和物质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不行！全城都知道我赵家要和你们叶家联姻，现在你们过来悔婚，硬让我赵家这里我哪个啊？悔婚？那只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况且，想跟谁在一起，我们林欢自己说了算，是吗？叶家就算是第一，但在这百川市也不能一手遮天吧？没错，你也别他妈太嚣张了。你们就是百川豪门的耻辱！你们闯了红灯撞我，还想把我掳走？要不是钱哥救我，我都……什么？狗东西！就你这垃圾玩意儿也配娶我姐？哎，你打我儿子！老子今天给你撇了我！小心！没事儿，我弟是散打冠军。寻儿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我现在看见他们就恶心。好嘞妈。煽动我赵家的人，找死！二弟，呀，你已经是五台山集团弟子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已经步入修行的大门。那这么说，你赵家已经成为百川市第一家族了。百川市已有100年未出现过仙门真传弟子了，这百川市第一家族的位置，今天要易主了！五台山真传弟子，这真传弟子很厉害吗？我们樊氏家族跟仙门那是没法比的，就如同蝼蚁一样。还挺有自知之明啊！你们叶家胆敢悔婚，辱我赵家子弟，说想怎么死？还有他，不仅烧我车，还打我人，竟然还抢我女人！啊，明明是你们仗着权势为非作歹啊，现在还要颠倒黑白啊！你还真说对了，赵家有权有势，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怎样？没错，况且我乃是仙门真传弟子，就算我侄儿把你们叶家所有女人都抢上，你们也得受着。心术马上就要刷新了，小子，我就拿你开刀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爸妈，姐夫，放心，你是为了救我姐才陪在赵家的。我们今天就算死，也要护你周全。叔叔，阿姨，哦，我可是全国武术冠军，我倒要看你有多厉害！哎，小心！儿子！哎呀！儿子！哎呦！区区蝼蚁也敢和我仙门弟子相抗？什么狗屁第一家族，在我二弟面前，你屁都不是！继续嚣张啊！哎，怎么样？现在知道被碾压的滋味了吧？老头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你们只有一条活路，立即通过全城，将他上嫁给我儿子，然后亲自把他送到我儿子的床上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给你们叶家一个当我赵家狗的机会。放心，等你嫁过来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，好好的爱抚你。啊！你做梦！就算我们是死，不会让林欢受任何委屈。没错，林欢只能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
们休想！无所谓了，等把你们都弄死了，他照样沦为玩物。本州仙术委来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能打！呀！自量力。垃圾！放来！姓赵的，我来跟你打。姐夫，你也练过我？练过几天。练过几天，就敢和我过招？你以为你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吗？没错，我还真是绝世高手。二叔，别听他胡诌，这小子根本就不会什么武功。杀他！虚张声势，找死！李谦，小心！在这凡间，我就是无敌的。你们这些蝼蚁，都得死！李谦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小伙子都吐血了。姐夫，他的力量犹如泰山压顶，强硬无比，各不要强争了。对呀，这是我们叶家之间，不能由你来承担的。我真没事，他打我，跟挠痒似的。找死！二叔，你以为你很能扛是吧？万世之物是奈何不了你，可我是仙门弟子，仙力不变。你刚才已经身受重伤了，还嘴硬啊？那你继续，有本事将我彻底干趴下。好，刚才那一拳，我连1成的功力都没有用到，现在这一拳，我要把你红尘渣渣渣！李谦，不要！晚了！姐夫，小伙子，蝼蚁就是蝼蚁，不堪一击。李谦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没事。这，你没吃饭呢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这一拳仙力贯满，他怎么可能站起来啊？本州仙术为治愈术，本仙术可瞬间治愈一切创伤，包括致命伤。你打得越惨，治愈术效果就越好。别逞强，快走啊！放心，没问题。你继续，看我做什么？我就不信打不死你这个凡人！排山倒海！排山倒海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今晚快带他走啊！快走啊！到头来啊，还是废物一个。这怎么可能啊！阿弟，还有什么绝学都拿出来，直接弄死他！是二叔，这小子有古怪，你赶紧弄死，不然后患无穷啊！是时候要拿出我自创的绝学了。你们有没有见识过天而降的掌法？李谦，
就这，还绝学？回去再练几年吧。我跟你拼了！请你别硬扛，你会死的！小伙子，你为我们叶家做了太多了，你别硬撑啊！这是叶赵两家的事情，长沙要管我们西郡分片，跟李轩无关，你放他走啊！没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快不行了，你不要再打他了，让他走。叔叔，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？不行的，是他。姐夫好像真的没事啊。他明明都被打成这样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信我就在这儿被他打了1天1夜，他也伤不到我。姓赵的，我看你属实虚的，要不回山上挖井人参再读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啊！阿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莫非他也是仙门之人？不，他身上没有一丝毫的仙气呀，绝对没有仙气。你在这迷糊什么呢？还胆大？少爷，我看你是真是没吃饭。足浴店按摩的小姑娘都比你手劲大，你呀给小右按摩都不配。一个侮辱我堂堂的泰山真传弟子，我的撕碎！别硬撑了。二弟，二叔，废物！我站在这儿上，你都打不死我，反倒自己气血没乱，经脉尽断，成了废人一个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滚！完了，我赵家彻底完了，把叶家得罪死了不说，他竟然还出了一个连2级都奈何不了的高手。我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跑路吧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跑路？爸，我不甘心啊！你还不甘心？你是从哪儿给我找来的这么个怪物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我还调查过李强呢，他父母早亡，跟着一个糟老头在家编草科，他无权无势，就一个破房贷他都还不清，谁知道他那么厉害啊？那就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那狗东西确有古怪，我身为仙门真传弟子，都闻所未闻，肯定是什么邪魔练了邪法，所以才打不死。二叔，就算咱们知道他是邪修，咱们又能把他怎么样呢？邪修？哎，他们赶尽杀绝的呀！无妨，我马上通知师尊，师尊专灭外门邪道。师尊能打死他吗？师尊已经练就了真火，能瞬间把他烧成灰。烧成灰了，他还能站得起来吗？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。总算呀，今天是虚惊一场。可不是嘛。你来啦，我爸妈有话跟你说。哦，叔叔阿姨，小李呀，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呀。哎呀，曲守正不必言谢。小李啊，你抽时间跟林欢把结婚证领了啊！什么？领结婚证？刚才叫贤婿，叫我姐夫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。现在你突然领证，什么情况？我跟我爸妈说你是我男朋友。这种事情你竟然不告诉我？怎么，当我男朋友委屈你了？你太快了吧，这！别磨磨唧唧的了，娶不娶我，一句话的事儿。
我李全不是这种贪图美貌之人。叶连环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妈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哎呀，好女婿，快起来，都一家人了，这客气什么呀？是，快起来啊！你选个良辰吉日，跟我们林欢把这领了啊，这样咱就放心了，是吧？对，起来啊！哦，姐夫，你是有真本事的人，怪不得能镇住我姐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以前我姐在家那对我，3天一小打，5天一大打，现在她终于要嫁人了。姐夫，你是个好人呢，你是啊，林欢从小就刁蛮任性，这上房揭瓦，下地挖坑，别说小寻了，就我们家后院那蚯蚓呐，也逃不过他的手心儿。是啊，我们就想着让这林欢早点嫁出去，想来有婆家管着，想闹腾也闹腾亲家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一个个的揭我短是吧？没有，有点紧张啊。这个天气正适合领证。是呀，是。邪魔，休想逃走！站住！邪魔，不要跑！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邪魔哪儿呢？邪魔在哪儿呢？说的就是你，装什么腔，做什么事啊？我明明是你的3番5次登门滋事，仗着自己有点本事胡作非为。我看你啊，才是邪魔！我姐夫的本事还没领教够是吧？还来绕骚！贤婿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！看来不把他们打服，他们是不会认输的。就是，我姐夫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们全打死。你们笑什么？我姐夫一出手，天地色变，鬼哭狼嚎，谈笑间你们全都得灰飞烟灭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没那么夸张了。我大夏之地，容不得你邪魔放肆！呸！血口喷人！姐夫，上干他！我就这一术扛打还行，主动打人那没效果呀。新鲜术又没刷新。本少侠做事一向低调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手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，赶紧滚！否则后果自负。我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、最帅的男人，你们要倒大霉了。你们现在嚣张，一会儿你们可就笑不出来了。我二弟的师尊马上就到，你死定了你！师尊，我师尊乃是五台山大长老灵虚子，那可是真正的陆地神仙，对付你们这种邪魔，弹指一挥间。五台山长老，那可是神仙级的人物。贤婿，你有把握吗？贤婿，你有把握吗？不好说呀，得看我的新鲜术是什么呀。五台山长老，那可是名门正派的领军人物，这些宵小之辈打着他的名号嚣张跋扈，我相信长老不会是非不分对我们动手的。笑话！我师尊一向嫉恶如仇，对于你这样的邪魔，绝不会手下留情，今日一定会灭了你们。长老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，我们当面和他们解释。你们还不配和我师尊说话？长老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特意让我们前来，就是防止你们逃跑。就是，幸亏我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就让你们逃跑了。一听说五台山长老要下山斩妖除魔，你们立刻就想跑，还敢说你们不是邪魔？放你的狗屁！我今天是跟我老婆去领结婚证的。老婆？是啊，我们现在都睡一个屋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的人我怎么知道？二叔，长老来了之后，一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好强的气息啊！是师尊来了。师尊，您来了。哦，他就是那个邪魔。啊，仙师啊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贤婿，贤婿。你干什么？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，什么名门正派？我看你和他们就是一丘之貉。大胆，竟敢辱没师尊，找死啊！果然毫发无伤，不过老夫并没有察觉到半分邪气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邪魔。你放屁！
师尊，就是这个邪魔，被我全身的经脉让我沦为废人，修结了几十年，毁于一旦呐！出手如此残忍，他不是邪魔是什么呀？莫非你啊？因为是你自己。长老，别听他的，邪魔最擅长的就是妖言惑众。他打二弟的时候可是邪气横生啊！没错，长老，他们肯定说我们人事在先，但是你看看他们一家人，一个个光鲜亮丽，哪有一点事情？别亏我二叔都被他们弄成什么样了！他们叶家联合邪魔，要把我们赶尽杀绝，简直是目无王法。师尊，您动手时，他确实没有出现任何邪气，但是他也没有出现任何仙气波动，却能施展出那种打不死的邪术，这不就是邪魔外道的象征吗？大胆邪魔，敢伤我徒子徒孙！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谗言，你枉为名门长老！黄口小儿！我这真火，专烧邪魔！怎么办？是我看着不大，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是真火，不是普通的火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以前呀！这真火太厉害了，我强行突破，会瞬间收手回，这玉树根本来不及啊！师尊，这邪魔死不足惜，唯恐有变呢。烧死他们！本周仙术开始刷新，真火是火，我也让你们尝尝被我烧的滋味。风来，风来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尊，这不会是那个邪魔使用的邪术吗？可能，天地毫无预兆便发生异动，凡间邪魔不可能做得到，唯有九天之上的真仙才有此等本领。长老的真火真是越烧越旺。师尊，这种程度的猛烈真火，你是再次突破了呀！哎呀，恭喜师尊，正式踏上仙路，非真神仙指日可待。难道是上天念我除魔未到无功，特助我精进？肯定是这样，长老不再是陆地神仙，而是突破到九天真仙了。长老，他们都是被上天认定的邪魔，逼得他们又是大功一件。好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越来越大了？难道我们就要死在这儿了？贤婿，我们叶家对不起你啊，不能让你跟着我们丢了性命啊！我们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。哎呀，说什么丧气话！这火少大爷怎么出这口恶气了？去！师尊，区区凡世修士，也妄想和真仙术抗衡！长老，师尊，这火怎么倒反天罡了呀？这火已经不受老夫的控制了。爸，我不想死啊！爸，二弟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师尊，快带我们脱困吧！完了，这火失控，老夫也无法脱困了。什么？邪方有火烧人世，我也让你们感同身受一下。贤婿啊，连陆地神仙的真火你都能轻易破解，你不会是仙人吧？仙人不这样，会有仙事。姐，你眼光真好，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剑法。杂碎，这是跟整个五台山作对，快放我们走，要不然我把你们做骨养晦。好，二弟。哥，
求你了，哥，我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招惹你们了。我求你们放过我们这野马吧。李现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咱们今天在一起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不想死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我们错了。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，现在知道害怕，晚了。对，不能轻易放过他们，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被火烧的滋味。哎呀！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小友，我看你正气凛然，绝对不是滥杀无辜的邪魔。能不能先把火灭，咱们再谈谈呢？谈？刚才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放火烧我们的时候，有给我们谈谈的机会吗？啊！小友，这真火，凡世之水根本无法灭掉。一旦彻底失控，别说我们了，就算你们也会被活活烧死。到时候整个百川市都将化为火海，届时生灵涂炭呐！雨前，这真的不一般，烧起来怎么灭得了啊？万一烧到无辜者，我们就真成邪魔了。我真善良，无妨。这普通的水灭不了真火，但无根仙雨呢？好家伙，看好了！雨来！仙雨啊，真是仙雨！只有仙雨才能灭掉真火。收！怎么样，老头，还想不想体会一下小爷我的呼风唤雨啊？仙师，小人有眼无珠，还请仙师饶命啊！仙师，没错，随手便能招来仙风仙雨，且收放自如。只有真正迈入仙境的仙师才能做到啊！低调，低调。只是您刚才金光度体，正义凛然，绝无可能是邪魔呀！我也是为这不祥弟子给骗了，才会对你出手。误会，真是误会啊！哼，现在知道是误会啊！仙师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您绝对配称的是大夏第一人，恳请仙师收我为徒，也为仙师鞍前马后。拜师？那还是算了，我这仙术可教不了你，除非你也有神仙野印。哦，这是5000万，一来是向您和您的家人表达歉意，二来是作为拜师的孝敬费。5000万，5000万，够我买套豪宅了。咱也不能够一直吃软饭吧？这银行卡只是一小部分，其余银行卡还没有带过的，在我五台山洞府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总价值在现世超过2000亿。只要仙师愿意收我为徒，我愿一并送给仙师。2000亿，2000亿啊！好说好说。借助仙术收取不义之财，即可身死道消。我堂堂仙师，差你这点钱吗？就这区区几千亿，也敢在我姐夫面前班门弄斧？我这贤婿有如此的神通，钱对他来说那都是身外之物啊！仙师说的对，是我唐突了啊！仙师，老夫一把年纪了，还如此愚钝，仙师不说我实属正常。这块通灵玉送给仙师，仙师以后若是有任何事情，只要捏碎此玉，弟子顷刻便知。仙师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，那帮家伙怎么办啊？这帮孽障已经被我逐出五台山了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哎，小钱、林欢，你们快去领证吧，别错过好时辰呐！对呀。恭迎魔尊苏醒！魔尊此番醒来，必能杀为仙界，屠戮众仙，我等愿誓死追随。
李道元，本尊终于找到你了。传令下去，本尊今日出关犒赏魔君，待本尊斩杀李道元，便荡平三界。是。上万年了，魔尊终于出关了。是啊，我们被逐出仙界这么多年，是时候出这口恶气了。都退下吧。是。魔尊，您说的那个李道元，就是12000年前将您逐出仙界，贬落凡间的那个九天真仙？没错。哼，当年本仙差点就能主宰仙界，没想到被李道元那个老东西偷袭暗算。落了凡间之后，我便知道李道元也将下凡渡劫，所以我便散出999道魔魂游荡四方。只要有与李道元相关的信息，便会回来禀报位置。这次一定要报仇雪恨。先前我也感知到了那道气息，按理说，李道元为九天真仙，气息不应该如此微弱。是手下唐突，不应随意之问。魔尊，请降法。无妨。你倒是提醒了本尊，这道气息来源，可能是与李道元有过接触的人，亦或是他的后代，甚至也有可能是李道元故意为之，想引出本尊。魔尊，你实力还未恢复巅峰，如贸然出山，确实有一定风险。这些年来，手下在凡世已羽翼锋芒，不如就让我们先去一探究竟。可以，让他们先调查一下，只要找到相关人，杀无赦。是。哎呀，疼，轻点儿！哎呀，爸，你就别叫唤，弄得好像谁不疼似的。完了，这回全完了。没想到这个李乾还是个铁板。都怪罗宇这个臭婊子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能惹上李乾。不过我已经把他卖到非洲去，非得出了这口恶气。可是我不想失去现在这一切啊！哎呀，能保住命就不错。别说我们，连五台山的长老都差点被活活烧死。那个欺软怕硬的老东西，见打不过，自个跑了，简直是枉为人师啊！喂，对，我是赵雪人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和叶家有仇啊？什么？好，我们在百川市共迎大驾，到时候我给您带路。这个电话是京城一个顶天的大人物打来的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是他要灭掉李乾和叶家，让我们做先锋，事成之后有无数的好。那太好了，咱们得干呐！无论是叶家还是李乾，都跟我们有血海深仇。好个屁！你们两个是不是嫌命长了？那小子会仙术，什么京城大人物，还不都得是死啊？这次不一样，是魔尊呐！什么？魔尊？小点声！我在五台山听说过10000年前的仙魔大战，这魔尊战败了，然后被驱逐凡间了。没想到魔尊卷土重来了。那可是魔尊呢，那李乾他们这次死定了。哎，到时候让魔尊统领百川市，我们在他手下做个大王，也是极好的吧？啊，好啊！之后我带路，和魔尊一起杀上五台山，我做掌门，岂不是美哉？来，小钱，吃早餐。好的，阿姨。怎么还叫阿姨呀？哦，那个还没习惯呢。妈。哎，好孩子，来，快尝尝
也不知道我们家的饭啊合不合你的胃口。姐夫呀，你是真幸福，我妈都好多年没亲自做过早餐喽。你呀，一大早就这么多的话，这么多都塞不住你的嘴啊！快吃吧，快吃吧啊！小钱，你和林欢已经结婚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啊，不是老爸给你压力，能让你这样仙师成为我们叶家女婿，那是我们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呢。是啊，是啊。爸，别这样说，我们就想……我和李钱准备去住老房子。哦，去李钱家住啊？好。在哪儿住不是住呀？反正呀，以后你呀需要我们出力，随时联系啊。吃吧吃吧，来吃吧。怎么回事？出去看看。姓叶的，赶快出来接客！哟，你这一大家子人挺齐啊！好，一会儿一起送你们下地狱。死性不改，找死啊！哎，这次要对付你们的，可不是我们。哦。你们才是邪魔！你猜对了，你们竟然和邪魔勾结！那又如何？只要能灭了你们，邪魔什么的很重要吗？钱，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可惜遇到了。妈妈没事吧？姐夫，此人邪术寒气入骨，恐怕不好对付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欧阳长老面前，谁都保不住。你们今天都得死！就算你小子会仙术，那又如何？欧阳长老手段通天，灭你全家轻轻松松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果然有李道元的气息，你跟那个老家伙很像，也是李道元的后人。这破天的功劳终于轮到我，杀了你，我尊必定重重有赏。他是动我爷爷，不行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强的仙术，再使点力气，给我挠挠痒。欧阳长老，我们快扛不住了！一群废物！还不快使劲！李钱，他们的魔力太强了，我快扛不住了。魔气！众弟子听令，在！仙师遭遇邪魔围攻，速速与我下山营救！李钱，姐夫，你还好吗？姐夫，你没事吧？区区不入流的仙术，也敢在我面前显摆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别说是你，就连是仙门五台山的灵虚子，也只配在我手下做一个小小侍从。那老头难道也是邪魔？那老头虽然有点道貌岸然，但骨子里还是名门正派子房，应该不会同流合污吧？魔尊有令，杀无赦！
你这仙力小了很多，怎么受点伤就不小？你有种，让我调整一下再来。我们早就摸清你的路数，受了伤，仙术会弱一半。就是，当我们3岁小孩啊！我是魔修，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以前，你的仙术行不通了，我劝你啊，现在赶紧乖乖跪地投降，这样欧阳长老还能留你一条性命。姐夫，你们先走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小心！一群废物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领道元留下的余孽，去死！灵魂！姐！老婆，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我想要保护你。你是凡人之躯，扛不住的。不要伤害他们！区区一个凡人，也敢挡在本长老面前，这样赶着送死吗？好，本长老成全。欧阳长老，等等！怎么，你也想替这个女人求情？啊不，我是想问，能不能把那个女人留给我？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也是魔尊麾下的一员，这女人瞧不起我，就留下玩够了，然后再杀她，这样才爽吧？她瞧不起我，她就等于瞧不起魔尊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欧阳长老就这么杀了他，太便宜了呢。嘿嘿，把人绑起来，凌迟处死。一群废物！魔尊有令，杀无赦，官有什么变故？你们负责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待魔尊入住大夏，尔等有功。什么样的女人玩不到？也对，叶连环，这就是你瞧不起本少的下，去死吧你！快请欧阳长老动手吧！老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？不仅能吸收灵魔光，还能吸收一部分。老婆，灵环、李乾，你们没事吧？老婆刚才怎么回事？刚才姐，刚才那狗东西想要对你下死手，你身上突然弹出一道紫光，把他们震开了。是啊，你没事吧？刚才确实感觉到一股力量，然后我也不清楚了。姐，莫非你也是仙人之躯？欧阳长老，这下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无论如何也千万不能放过他们。废话，杀不了他们，我回魔尊那里也是死路。不过刚才的异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们上去试试。我们？不！怎么信誓旦旦要为魔尊做事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不敢了？不是我们不愿意，我们只是普通人而已。那个，不如让这些魔修兄弟上吧。阿弟，本长老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还敢讨价还价？一群废物东西，再敢说一个不字，现在就带你去见阎王！欧阳长老，哎呦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不要杀我们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就我二话。现在上！一群邪魔的走狗，你们还以为攀上多了不起大人？结果呢？你们主子肯多看你们一眼。你们就是炮灰，还执迷不悟！给我闭嘴！他没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。咱跟他拼了！不行了！就是现在，上！这竟然是真的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……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身体确实有股力量，然后有点冷。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怪物。
就是传说中的九阴圣体啊！先天九阴圣体，那什么玩意儿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在这凡世之中，还能遇见传说中的九阴圣体。女儿，你是妈生的，妈怎么不知道你是什么圣体啊？不会是什么要命的顽疾吧？应该不是，这圣体应该是修行界的说法，可能是好事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似乎很忌惮姐的能力，我们现在能绝境复生了。先不要乐观，还是万分谨慎。他们之所以忌惮，应该不清楚什么情况。现在他们反应过来了，应该会有应对之法。这可是一中无一的九阴圣体，至阴至纯，如无限怒海，能吞噬万物，亦能承载万物。你就是先天的绝顶炉鼎，要是把你活捉回去，我尊必能圆我万物。我们不怕他们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弓算你的，这个女人必须活捉回去，给我上！他们人太多了。我有个办法。什么？他说我是九阴圣体，那我身上的紫气应该就是阴气。我刚刚发现你的风能夹杂着紫气出去，能扩大范围。对，那我开口子，我试试。哎呀，成了，姐夫，你们太厉害了！这是夫妻搭档，天下无敌啊！怕什么？为了魔尊，继续给我上！为了魔尊，为了魔尊，为了魔尊，上！太好了，姐，灵魂，你怎么样？有点冷。冷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的九阴圣体才刚刚显现，如此过度使用，自然会被反噬。你已经没后手，去死吧！谁敢伤我仙师？拜见师尊。谁敢伤害仙师？林虚子，他怎么了？师尊，我们已经把他控制住了。是不是？这废物放火烧你，我们帮你报仇雪恨啊！师尊阻止欧阳长老动手，想必是想手人这废物吧？师尊，他们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，你动手吧。师尊，你这是？谁是你师尊？竟然敢诓骗于我，诬陷仙师是邪魔！你已经被我逐出五台山了，永世不得修仙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勾结魔修，为祸人间！我看你们是罪该万死！大叔，林虚子不是欧阳长老的侍从吗？怎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哼！仙师，弟子来迟。弟子？弟子？什么？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林虚子居然在李乾面前自称弟子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老东西，你把我逐出五台山，然后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为师，什么狗屁陆地神仙，你就是个老糊涂！你个老东西，我叫你一声师尊是给你面子，你还敢把我逐出五台山？你他娘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个区区欧阳长老的小小侍从，现在欧阳长老就在这儿，还不速速进驾！现在知道怕了吧？你的主在这里，你来了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无非
就是多了几具尸体罢了吧？你是我的主子？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是啊，欧阳长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，李乾是林虚子的师傅？哎，打住啊！这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，我可没有说要做他师傅，是他自愿做我徒弟。以我的修为，还不配成为李天师的正式弟子。什么？魔修刚才说是我的主子，你们也不在心里掂量掂量，他配吗？二叔，难道欧阳长老是吹牛的？别废话了。老头，你来太慢。有的路程是进飞去，我还是带着弟子打车来的。耽误了。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你解决了，我们要休息。是，请示。五台山众弟子听令，拔剑！欧阳长老，无需怕那个老不死的。没错，他连那个废物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是您还有咱们魔修兄弟们的对手啊？笑话！前几日，老夫只是以为仙师是普通邪魔罢了，没有做充分准备。再说了，败于仙师之手，老夫心服口服。老东西，拿命来！雕虫小技，等着干什么？快上啊！去死吧！真当老夫是吃干饭的？今天就让你们尝尝这除魔第一法的厉害！我操，成铁山呀！为宗配真武，现在怕了，晚了。有老夫在，何等邪魔休得猖狂 ！Nice， 干得不错啊！仙师，妖魔都已伏诛，您看要怎么处理？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敢打我老子，找死啊！你敢杀了我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！说的好像我不杀你，那狗屁魔尊就会放过我似的。说，知不知道我的意思？我说，李道元的孙子，无名输也。魔尊亲自来也，区区五台山，休想阻碍魔尊魔力天下！你们都得死！姐，李姐，怎么办？真是魔尊的气息，魔尊决斗重来了。你也不是魔尊对手啊！魔尊乃是仙界之魔，与九天真仙同一级别的存在。虽然在仙魔大战中实力受损，被贬凡间，但也不是我等凡修能够抗衡的。原来你也会怕！魔尊降临了，我亲手弄死你！魔尊必定一统华夏，就
先从你们五台山开始。不对，不是魔尊本尊降临，是魔尊的神魂在锁定我们的位置，速速撤离。那就是我们还有时间了。我这周的仙术也快刷新了，希望能刷到有用的。我们快离开吧。不要长老，别让他们跑了！站住！我尊神魂已至，你们逃不掉的。魔尊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往哪儿跑？管受死吧！跟我走，老子先灭了你！是。老婆，你花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莲花，你怎么能对李乾动手啊？姐，你疯了！完了，姐要对姐夫下死手了！不能这样！我老婆这怎么了？这是师母，好像已经不是他自己了。什么意思？无奈，铁魔尊。欧阳颖拜见魔尊。枉费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需本魔尊神魂牵制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只要能灭掉他们，我等甘愿受罚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母乃是先天9阴圣体。虽然这是魔尊一缕神魂入体，但也有魔尊本尊3成的实力呀！魔头，赶紧从我老婆身上下来！别叫唤了，你老婆乃顶级奴隶，本尊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身体，我来受死吧！老头，再坚持10分钟。10分钟？你们以为拖延时间就能逃出本尊的手掌心吗？老头，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怎么这么巧？李道元留下的余孽，本尊早已就看透你。你不过就是一介凡人，身上的仙术不过是李道元留下给你。你不过会刮刮风、下下雨，还会做什么？本尊一根手指就能碾碎你。灵虚子，听见没有？那李乾根本就不是什么仙师，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垃圾罢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现在马上投靠魔尊，杀了他们。等魔尊一统3界之后，还能给你个魔将做做。我呸！你以为老夫跟你们一样是贪生怕死之徒？虫魔未到，本就是我仙门之责。就算仙师是凡人又如何？老夫五台山长老灵虚子与一介邪魔不死不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成为本尊脚下的一具具枯骨吧！老头子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来！魔尊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看来你很爱这个老婆嘛，就让你死在你老婆手中，如何啊？李乾，快醒醒！
老婆，快醒醒！什么情况？这个臭女人竟敢跟我抢夺身体！你可放了我老婆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圣人意志力比想象中的要强大，竟然能与魔尊的神魂抗衡，那他还醒得过来吗？很难。魔尊神魂魔力无边，虽然圣母是先天9A圣体，但本质上还是个凡人呐，意志力很快就会消磨殆尽了。李谦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就算杀了师母也没用啊，不过是上一级魔尊的一缕神魂而已，起不到什么作用啊，不是太大的影响，无非是杀了一条人命。老婆，你听见了吗？就算杀了你也没用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！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没有，只是快说啊！魔力属基因，只有刻着基因之物的纯阳仙雷，才能在不伤师母的前提下将神魂逼出来。但是，先生，你的呼风唤雨产生的雷电不经用啊！纯阳仙雷哪怕是9天之线，也不一定能换得出来啊！老婆！这个凡间的臭女人，竟然敢浪费本尊的时间！等本尊回去后，就把你炼成火鼎炉！你敢！生生世世不得超生！本州仙术为化形术，天上地下世间万物，只要你想得到，就能化形，并短暂使用其能力。我明白了啊，老头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放出纯阳仙雷的？不管什么东西，动物、植物都行啊。神兽雷泽，它另一个名字叫做雷神。不过先生，你问这个雷泽，我在山海经看到过。化形术，雷泽，人呢？这是。老婆，老公，对不起，刚才杀了你。没事，这不过你。爸妈呢？师母放心，你的家人只是晕倒了，并无大碍。先生，您刚才化身神兽雷泽，您的化形术已经不如仙境了呀。先生，您刚才也救了我一命，多谢仙师救命之恩呐！刚才多亏了你拖延时间，又有视死如归的后人正气，名门正派，名不虚传。大家以后不用这么客气了，都是朋友、哥们、兄弟啊！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救命之恩，谢仙师。魔尊都败了。是啊，刚才那只什么怪物，太吓人了。那可是神兽，这李谦不是人，他绝对不是人。废物，这就让你们吓破胆了。好像还没真正的降临。我们现在就场戏。好，站住！不要再走前一步，用雷劈死你！老头，事情还没解决，留着这些人可能会有有用的消息。接下来，弟子这就回五台山备战，同时通知各路仙门，围剿魔尊。就凭你们，李道元根本不在凡间，本尊已出关，即刻踏平凡间。不好，魔尊这时就要降临了。魔尊苏醒的太突然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做准备啊！就算你们做足了准备，又怎样？全天下的仙门联合起来，也不是魔尊的对手。长老，我不是9A圣体吗？如果激发我的全部潜力，有没有胜算啊？别做梦了，刚才已经体会过了，一缕神魂就把你们控制得死死的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终归是凡人，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尔等蝼蚁，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些身怀异术的凡人罢了，想和万年魔尊做对抗，简直是做梦。你们听到魔尊的声音，都吓得跟孙子似的，一群废物！你们啊，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等魔尊亲临，亲手杀了。叫什么叫？不用等魔尊，我现在把你灭了！此地魔气纵横，你倒是出手，魔气会瞬间将你腐蚀。你们尽量拖住些时间，我可以借助魔气恢复实力。好，这回看
往哪儿跑？不敢出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后手。都不用魔尊，到时候我就能弄死你。其实魔尊降临也是天大的功劳。难道我们只是等死了？办法是有，只是太渺茫了。什么办法？你们已经穷途末路了，只有和魔尊同级别的存在，才有可能战胜魔尊。和魔尊同级？不错，这招需要一位九天真仙才能与之抗衡。如今是末法年代，凡间阴影上万年没出过一个九天真仙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不过是普通的修行者罢了。哈哈哈！魔尊降世，屠孽人间，凡间有仙剑真仙，隔着无数道天际，我们想与九天真仙取得联系，简直是做梦！哈哈哈哈哈！九天真仙，九天真仙，这房子一定得保住，这是爷爷在凡间的坐标。要是爷爷想回来看你，房子没了，爷爷就找不到路回来了。房子的坐标啊！您的意思是，我爷爷就是九天真仙，房子是坐标，走，快去老房子。九天真仙，您爷爷是九天真仙，那在魔尊口中的李道元，李道元，难道是晚年之前凭阴影之力守护仙剑的李道元？怪不得我说仙师为何会有真仙之子，原来您是真仙李道元的后人。哎呀，废话少说，我跟林欢相回老房子，你也受了重伤，在这里照顾好我岳父岳母。遵命。走走走，走，跟上。老头，老头，李道元，你再不出来，我要去天上见你了。老头，快跪下，恭迎魔尊。我尊又来了。恭迎魔尊，魔灵天下。你退后，我挡住他。火行术，雷泽。皮肤也想撼树？这么做这么强吗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道元，你亲孙子和亲孙媳妇要被杀了，你还不出现吗？老头，爷爷，老头，你终于来了。孩子，你是先天九阴圣体，怪不得你和我孙子能够结婚呢，相互吸引，都是缘分呐。李道元终于现身了，那今天咱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魔头，当年灭你神魂，当场陨落，没想到你却在人间苟且偷生，活了下来。天不亡我，就是让我卷土重来，找你报仇！哈哈哈哈！我这……我操！不要！李道元，我如今魔功大成了，受死吧！你们不是结婚了吗？为什么没有同房？这跟大魔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虽然结婚了，但是认识没2天，还是有点拘谨。一个质疑，一个纯阳，
且你又是我的后人，相互结合，迸发巨大的先例。不太好吧？你们在下生死决呢，难道我们在里面？你是不是笨呐？两个人做个亲密的动作，可以牵牵手、接接吻的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你？啊！李道元，你怎么成大罗金仙了？是我孙子孙媳助我突破。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大魔头，能懂吗？呀，老头，你这么厉害呢？天儿啊，你面对大魔头不惧不退，依然通过考验。爷爷给你的仙术，你都可以随意使用。真的？你们俩就是绝妙的双修之体，你们已然成仙。记住，多生几个娃，全是仙子仙孙呐！